怎么说？他的要求太离谱了，港大感觉都很难吧？我感觉他最多就是上港城啊。那你有评估过港大的成功率吗？资料拿过来看一下。工作经历都可以读2个本科了，而且港校有很多的专业都很看重工作经验，像是 MBA 呀，或者是跟工作经历吻合的艺术史也都可以尝试。以及港大还有很多小众宝藏专业，不仅就业面广，认证有优势，甚至教授会提供超多实习机会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优势，而不是只盯着弱势看哦。